就用感谢进入伊圣殿的门，就用上赞进入伊的殿院，就感谢伊，称赞伊的名。上主至善，伊的慈爱永远存在，伊的信实煞到万代。亲爱兄弟姊妹，这时请咱同心来吟圣诗第235首，恁着称谢至大上帝，请起立吟全首。请坐。这时，请咱同心压头来祈祷。至圣的天父，疼痛的上帝，阮感谢你每一时刻的看顾、甲保守，保守阮众人，甲阮众人的家，赏赐阮逐项好物，互阮拢无欠缺。阮也要纪念即时
伫世界其他抑搁伫战乱的地区，求主怜悯百姓，互和平会当早日临到。阮也要为着阮的国家台湾来祈祷，求主看顾保守，想使互阮的政府官员、民意代表，拢有对主所来的智慧甲疼心来治理阮的国家，互阮众人会当有平静安稳的生活。主啊，阮也特别要为着9月14日所要举行本会的好会来祈祷，求主亲自来引带带领中职的改选甲建堂的时间，互阮会当行伫主你所欢喜的道路甲方向。阮也特别为着教会中身体欠安的兄弟来祈祷，求主怜悯，求主医治，也为着侪拄着各种困难，无论是伫咧工作、伫咧家庭、伫咧经济、伫咧生活中困难的兄弟，求主来开路，想使互因信心甲逐项的稳定。主啊，阮将因拢交托伫你的手中，求你看顾保守。主啊，最后阮也要为着今仔日下礼拜来恳求主，求主圣神搁一摆来开启阮众人心内目睭，互阮会当来领受对你所来的真理，互阮会当来甲主同行。主，阮感谢你，听阮众人伫你面前安尼祈祷，祈祷拢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这是咱来交托启应文，伫启应文第57篇，约翰福音第15章。启应文第57篇，约翰福音第15章。我是真的葡萄树，我的爸是种葡萄的。连伫我阁无结果子的枝，伊就甲伊种起来；有结果子的枝，伊就甲伊修剪，互伊结较侪果子。我对恁讲的话，已经互恁清气啦。恁着甲我结连，我就甲恁结连。枝无连伫葡萄树，家己袂结果子。恁若无甲我结连，嘛是安尼。我是葡萄树，恁是枝，甲我结连的，我嘛甲伊结连的，会结真侪果子。无我，恁袂当做啥物？人若无甲我结连，会亲像打去的枝，互人迄出去外面，互人捡规堆，迄落火烧。恁若甲我结连，我的话伫恁内面，恁无论爱啥物，求就互恁实现。恁若结真侪果子，真正做我的门徒。我的爸会因为安尼得到荣光。这是咱来读上帝话，记载伫马太福音第16章24到28节。我来读现代台语汉字本。马太福音第16章24节。后来耶稣对伊的门徒讲：要对我的人，就完全否定家己，拿家己的十字架来对我。因为要救家己的性命的，会丧失性命；为着我的缘故，丧失家己的性命的，会得到性命。
人若得到全世界，却丧失家己的性命，有啥物利益？人会当用啥物代价来交换家己的性命？人子得要伫伊的爸的荣耀中，甲伊的天使来临。迄时，伊会照逐个人的行为，甲因报赏，也是刑罚。我实在甲恁讲，徛伫遮的人，有诶还未死以前，会看见人子最王来临。愿上帝赐福，听趁伊的话，安尼去行的人。这时，做事小组要带领咱来学罗上帝，因要今年实习在主里的时刻。
愿水歌声真做芳芳的祭献伫上帝面前。下面咱要请本堂林耀新牧师来正道。正道的题目是上帝国经济学的奥秘第2部分。各位兄弟平安。咱真感谢主事小组带咱用着诗歌来敬拜上帝。咱伫毋是干礼拜的时阵，才是有伫主的内面的时刻吼。咱伫每一日拢是伫咧主的怀抱的内面，伫主的掌管的内面，逐时逐刻拢是主的时刻。咱顶礼拜牧师甲大家人分享一个改变生命的一个属灵的真理，就是舍与得吼，安尼的即个文典的即个前半部，即个有关即个舍的恩典的部分，互咱同齐来去思考伫即个咱安尼讲往前看的即个时代，咱拢会通好来去想咱真侪人拢会安尼想要讲会通得到搁较济咧，会通有搁较济财富，搁较济名声，会通有搁较济享受，但是检采真侪人真少去思考迄个讲舍弃，啊种放杀的迄款安尼的迄个智慧。但是圣经甲咱讲一个会通讲是会通讲颠覆即个世俗思维的一个真理，就是迄个真正的丰盛，往往是安尼对伫迄个咱讲舍弃迄个弃杀来做真做咱真正的丰盛。因为伫咧咱的基督信仰的内面会通讲是一个咱讲逆理的一个信仰，逆理的信仰。所以即个舍与得的即个的文典，毋是咱人间的一个哲学，乃是上帝国的经济学。伊毋是宗教的教条，乃是咱生命的一个实际。咱要搁一摆来安尼讲探索即个属天的即个奥秘，来学习要怎样伫咧弃杀的中间来去经历上帝的丰盛的恩典。来，煞接咱要来讲就是有关即个得的恩典的部分。得到的即个恩典讲伊有会通讲分做真的得到，甲假的得到的安尼的迄个差别。得到是人人拢安尼欢喜的吼，但是迄个伊迄个得有分做真的得甲假的得，安尼咱就爱来想讲，安尼啥物是叫做假的得？咱想想讲，迄个咱的得到，咱得到的时阵，敢真正就是咱真正得到？所以咱要来想的是，第一摆的得到，毋是真正的得到。我要来会通好来想讲，真侪人以为咱第一摆得到什么，就是咱安尼讲真正拥有的。但是咱会通对圣经来看，真正的得到，往往需要经过一个安尼讲舍弃迄个弃杀的迄个考验。我要来用亚伯拉罕来诚做咱的例。亚伯拉罕伊上帝上帝应允伊讲，伊要得到一个囝。但是，伊伫迄中间，伊伫遐等待，后来到伫100岁时阵，伊才得到安尼对撒拉所出的安尼即个囝儿以撒。伊头先一开始得到的时阵，伊心内有满满的迄个欢喜，因为这是上帝所应允的，佫是伊肉身所得到的。但是后来，当上帝对亚伯拉罕讲，你将你的囝献予我。这个时阵，亚伯拉罕伊心内，我佫敢若独生的尔呢。虽然讲有10马里，但是真正对撒拉所出的，我就敢即个尔，佫叫我将即个囝献出去。这是一个信心的考验。伫咧迄个中间，我
咱是毋是真欢喜、甘心乐意来将即个照着上帝所命令的、所讲的，咱是毋是欢喜伫迄个中间来去行？亚伯拉罕伫迄个中间，伊伫遐安尼经过信心的考验了后，伊伫遐欢喜，伫遐将伊的囝儿以撒来安尼献互上帝，就伫咧当安尼即个刀要安尼下手伫咧即个囡仔的时阵，上帝对伊讲：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毋通害即个囡仔。就上帝开伊的目睭，互伊看见伫咧迄个咱讲树丛内面有一只绵羊伫迄个所在。上帝用着迄只羊羔来去代替以撒。透过安尼的迄款安尼，伊将即个伊所疼的即个独生的囝以撒来献出去。经过上帝的恩典，伊亚伯拉罕的即个囝，伊才是真正会得到。所以只有敢若经过即个气杀迄款安尼的考验会得到，才是真正属于咱的。咱会通看见上帝对亚伯拉罕的迄个应允，就安尼线接到伫以撒，甚至后来一直到雅各到伫伊即个亚伯拉罕的即个囝儿。所以，迄个真正的得到，是需要经过考验，经过迄个气杀迄款安尼的考验，才会是真正咱属于咱的。过来，咱要想的就是，迄个对人得到的，毋是真正的得到。诗篇127篇安尼讲，厝体若毋是上帝建造的人就空空劳苦；城若毋是上主固守，守望的人就白白警醒。伫即个所在，咱会通看见一个咱会通看见一个事实，也是咱伫咧咱的生活中，咱时常会去拄到的。咱会通伫咱的生命中，咱时常咱会有一句话，咱安尼讲叫做靠山，山会怎样？山会倒；靠人，人会跑。表示讲。迄个人，咱若是靠人的关系得到的，迄个关系若变了去，就有可能咱原底本底所得到的，会有可能去失去。你靠人的能力来去得到的，当你能力来衰退的时阵，你有可能也会去失去。你靠人的恩惠得到的，当迄个恩惠断去的时阵，断绝的时阵，你有可能也。来用安尼来失去你原底你所得到，但是对上帝所得到的祝福是无人会通夺去的，因为上帝为咱建造，搁是耶和华为人来固守。我毋知咱伫咧咱的一生内面，真侪时阵，咱毋知有去安尼款安尼的经历，所以咱伫遐真努力，伫遐来度无，伫遐去安尼努力趁食，结果咱的落尾手，你所得到的到尾哪亲像空去，哪会像无去？你所得到的，哪会像安尼伫无意间的时间，像安尼失去？因为无上帝的固守。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所以，迄个真要紧的，咱若有得到上帝的迄个祝福，甲着上帝为咱来安尼保守，为咱来看守、固守，咱所得到的，伊迄个才是真正得到。过来，咱只有靠咱家己来去趁要去趁着咱所得到的。事实上，并毋是咱真正所得到。申命记第8章内面安怎讲去？讲恁着会记得，你们要记得耶和华你的上帝，因为得财富的能力是他给你的。伫这个所在，伊甲咱讲起一个真要紧的真理，就是咱伫咧努力，伫遐咧工作，伫遐咧努力，伫遐咧趁食，伫遐咧安尼赚取咱所安尼期待要会通得到的收入，但是。咱爱真
有安尼的迄个人脉，就是迄个力量，甲着智慧，以及咱所工作所拄着的遮个机会，以及咱身躯的健康，拢是上帝所予咱的。当咱若承认这点的时阵，迄个佫愿意来为着上帝的缘故，来去弃杀咱所原底本底看起来，咱真是咱所拥有的，咱所得到的，才会真正属于咱。所以咱会通看见，啥物事是假得到，就亲像咱第一遍安尼得到，但是伊有可能并毋是咱真正的得到。迄个对人得到的并毋是真的，对靠咱家己得到的，那并毋是安尼真正的得到。安尼啥物事是真的得到？迄个当咱若欢喜来讲舍而又得，吼，才是真正的得到。迄个真正的得到，必须要经过迄个舍弃的迄款安尼的洗礼，就甲亲像咱会通想象讲，今仔日咱对迄个安尼讲山区去，不管是挖矿，也是亲像咱透过着吼，亲像讲咱伫咧迄个金瓜石，透过迄个安尼即个水流落来了，迄个沙金，咱经过迄个火的锻炼了后，去掉迄个杂质，才会得到迄个真正的纯金。咱迄个得到嘛是要经过迄个舍弃、迄款气杀的迄个考验，才会通是真正的得到。迄个对国外就是迄个对上帝来得到的，才是真正的得到。咱头拄已经有讲起，迄个对上帝所得到有3项的即个特征。第一个就是伊是。迄个所得到的是，伊要互咱会通得到丰盛的，是超过咱所求所想的。过来，迄个真正对上帝所得到的，伊是持久的，是袂因为环境的缘故来改变，直到咱过来重新来失去。过来是咱对上帝所得到的伊是有意义的。伊毋是干那互咱满足，若是干那满足咱的需要。佫较会带来迄个咱生命的迄款安尼的价值。第三，咱伫遐靠主来去舍得才会通安尼真正会得到。当咱若伫遐学会晓倚靠上帝来去舍弃的时阵，咱就要进入迄个上帝恩典的迄个恩典的流当中。只是咱所得到的，毋是干那。迄个物质的迄个丰富安尼那尔，佫较是咱心灵的迄款安尼的满足，甲着迄个生命带来迄个真正的意义。所以咱会通看见迄个迄个完全的舍得，是要将咱全部咱所有的来去换做迄个全部的万有。这是要安怎讲？讲咱。伫遐为着主的缘故，咱伫遐安尼弃杀咱全部咱所有一切，但是咧，咱却是要得到主的即个全世界。伫咧马可福音的第10章内面，遐讲起讲安那，主耶稣对即个好业的即个少年的官，伊安尼讲你要欠一项。你去卖所有的来分互散车人，然后来缀我。耶稣对即个安尼好业的即个少年官，伊讲的即个话，伊毋是讲要爱互每一个基督徒拢变卖伊所有的家产，乃是要爱咱有一个完全愿意为着主的缘故来去弃杀咱所有迄款安尼的心。迄个完全弃杀的心。包括着安怎？是咱无有任何的物件比上帝更较重要。若无有任何的关系是比甲上帝的关系更较要紧、更较亲密。无有任何的代志比上帝的旨意更较优先。无有任何的享受比上帝的同在更较甜蜜。当咱若有安尼迄款安尼心的时阵，咱就会通真正得到迄个自由，因为咱无搁再互任何的物件。来捆绑咱，咱会通好好来想，伫咱的心内到底咱将咱所看重的到底是甚物货？直到咱
伫咧中间，当咱若将遮个代志比上帝较重的时阵，安尼咱是毋是伫咧中间心受到遮个咱所看重的物件来捆绑？不过，咱会通安尼头拄讲着，咱是为着主来安尼弃杀咱全部所有，但是咱也因为安尼，咱要为靠主来得到安尼全万有，安尼得到所有的万物。伫即个中间，罗马书第8章32节安尼讲起，伊讲上帝既不顾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他，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伫这个所在讲到，咱完全伫咧耶稣基督内面一个奇妙的代志伫这中间来发生，就是万物拢要成做咱的。搁迄个万物内面，你若看今仔的经文内面，这个罗马书第8章内面去讲到，伊讲岂不是把万物和他？这个他是谁？是咱的主耶稣。伊讲，岂不把万物和主耶稣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不如伊伫咧另外一个经段哥林多前书第3章内面也讲起着，伊伫遐讲起着讲，所以无论无论谁都不可夸耀人，因为万有都是你们的。或保罗，或亚波罗，或基法，或世界，或生，或死，或现今的事，或将来的事，全是你们的。而你们是属基督的，基督是属上帝的。所以伫即个清清楚楚，遮伊讲起着，咱毋是干那迄个，咱遮毋是咧讲咱拥有即个万物的迄个所有权，乃是咧讲着咱伫咧基督内面，咱安尼享受迄个万物的迄个使用权，甲着迄个管理权。咱成做上帝恩典的迄个关系。伫咧即个地上，代表上帝来管理主伊所交托咱的产业。这是一个什么款的产业？也就是咱所了解迄个叫做不朽的迄个产业，也就是迄个永远会通得到永恒的迄个会通得到的，也是一个袂朽烂的产业。佮即个袂朽烂的即个产业伊要带来五重的即个永恒的即个赏赐。第一个赏赐就是伫咧中间，伊要赏赐咱迄个永远的迄个奖赏。伫咧哥林多前书第9章内面去讲起着讲安那讲因安尼做是要得到会败坏的回关，毋过咱爱得到的是袂败坏的回关。所以伫遮讲起着迄个永恒的迄个奖，迄个咱讲奖赏是甲着即个天顶的即个奖赏，伊中间有一个无共款的迄个差别，就是迄个世上的迄个赏赐是会朽烂的，是会安讲会失色的，会安尼讲安尼失色，会安那，甚至会被遗忘。我毋知影咱今仔日咱会通想象今仔日咱伫咧即个世间有偌尔啊侪的即个名人、有名的人，因伫咧即个世间的时阵，甚至有的人伊伫咧即个世间伊在世的时阵为着伊家己的即个丰功伟业伫遐安尼自作迄个雕像，咱会通看见世界各国拢有即种的现象。就是伫遐雕刻伊遮个像，落尾手年久月深了，有个人讲即个人是虾米人？甚至开始否定伊伫咧即个世间所做，将遮个雕像一个一个甲按落倒，会朽烂，会失色，搁会互人遗忘。但是迄个天顶的奖赏是迄个永远袂朽烂的，是有永远的光彩，是迄个永远。被纪念，被什么人纪念？互上帝来纪念的。所以咱所要得到的是迄个袂朽烂的迄款安尼的迄个冠冕。过来，伊要得到的是迄个永远的迄个基业。彼得前书第1章内面讲安那，他说：
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他曾照着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人中复活，重生了我们，使我们有活的盼望，好得到不朽坏、不玷污、不衰残，为你们存留的天上的基业。而且去讲到这个永恒的、这个永远的这个基业有几个特色，就是这几个特色内面，伊去讲到这个特色，就是伊是袂朽烂，伊袂因为时间来叫损坏去。过来，伊是安尼袂拍拉散，袂因为罪来地告来受到污染的。过来，伊是不会衰残的，袂因为使用来减少。咱就算讲，咱即马来看，就算讲咱有真侪咱咧使用的遮个物件，拢会因为使用久了，伊开始会有一寡安尼，咱讲失效，也是讲伊的迄个能力来减少。但是上帝所赏赐予咱的迄个基业，是迄个不朽坏、不玷污、不衰残，搁安怎是已经为咱来安尼备办好势。上帝已经为咱备办好势，伊是一个有永远的荣光的一个基业。所以罗马书第8章18节来讲，现在的迄个苦楚、苦难，即时的苦难，甲着将来要对咱显现的荣光袂得比。咱现在安尼所弃杀一切遮的痛苦、损失、甲牺牲，咱所弃杀的、所抵到，咱会感觉安尼迄种痛苦、损失甲牺牲，但是甲着迄个将来的迄个所要得到的荣光来比，是袂算伫的，是无法度比拼的。因为即个荣耀是迄落安怎？是迄个咱会通甲着基督同做王的荣耀。是甲上帝伫咧上帝面前安尼无瑕无疵的迄个荣耀，是要反映上帝形象的荣耀。今仔日咱会通看见上帝伊伫遐讲，咱用咱的形象来做人，但是咱会通看见是安怎咱现今咱所活出来，是安怎无法度去反射上帝的荣光，因为咱内心内面。照着圣经讲，咱心所想的拢是污秽垃圾，至到咱无法度反映上帝形象的荣光。但是当咱欢喜来弃杀咱所原底本底伫遐刀磨，伫遐安尼努力所要去争取的，这个时阵咱所得到的，上帝为咱持守固守的，是迄个有永远的荣耀。搁过来，咱也要伫咧中间来安尼。得到迄个永远的迄个国度。但以理书第7章18节安尼讲，然而至高者的众圣者必要得到这国度，并且拥有它，直到永远、永永远远。伫这个所在，咱会通看见，就是咱毋若是干那上帝国的子民，搁较是迄个上帝国的迄个咱讲承受者，迄个要承接的。所以咱所要得到的是迄个会通以后伫过来主的日的时阵，咱要甲着基督同做王，要来三角来管理上帝产业，过来是要享受有迄个亲像王子、公主的迄款安尼的尊贵的身份。第五，咱一个真要紧的，就是咱今仔日。咱所要迄个，咱讲永恒的得着，要得着什么样的？是要得着迄个永远的福乐。诗篇第10篇内面讲啦，讲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伫主的活命道路内面，伊要伫咱的头前来指出，来成做咱的迄个。咱的那种指南针共款，互咱会通对主领受迄个满满的迄款安尼的欢喜，甲着迄个永远的快乐。伫迄款的内面，咱的即个福乐，毋是迄个暂时的迄个快乐，乃是迄个永恒的。
我毋知影咱有伫咧，亲像咱真侪时阵，咱会通去餐厅内面看到想到福乐，就想到那个什么福乐冰淇淋你福乐冰淇淋，你搁安怎食拢是底尖的。暂时可能你食了，你会安尼心情愉快一下下，但是当迄个食了后，搁过来又搁回归平淡。但是上帝所赏赐予咱的是迄个永远的福乐，迄个永远的快乐，是安那？是迄种有满足的，是完全无欠缺，是迄种持续的。袂讲安尼，只有食了一时短暂就迄个满足感就无去。伊是有深层的，是会通讲对灵魂深处安尼唱出来，要互咱伫迄中间有满满的迄个安尼欢喜快乐伫咧咱的内面，毋是迄个短暂的。搁安那，迄款安尼的欢喜是纯净的，是无掺杂任何或者的咱搁去做任何或者的去思考的代志。是对上帝领受迄个满满的欢喜快乐，伫咱的心内，迄个永恒的、永远的迄个快乐。所以弟兄兄弟，咱伫遐安尼分享，咱即个舍跟得的即个人生，即个舍跟得的恩典，毋是一个抽象的理论，乃是一个咱会通安尼好好通好，互咱去实践的咱的人生的哲学。上帝好叫咱去踏上即个安尼讲舍得的即个路舍与得的即个道路，毋是爱咱去失去什么货，乃是要爱咱会通得到迄个更较好的。所以咱会通伫咱的生命内面咱会通好好来去实践咱的生活内面，咱会通要安怎伫咱的生命内面好好来去实践咱的生活。第一个，咱会通伫咧咱的真侪遮细项的代志顶面来开始来学起，来学要怎样来去去杀遮的第一个，咱会通检测，咱会通来去舍弃一寡咱的歹习惯，来得到健康的生活。真侪时阵，无顺样拢会甲我安尼禁戒即个袂使食，迄个袂使食是讲歹习惯亲像讲去食饱费无顺样就甲我讲，你敢若会使硬一块硬第二块超过迄个歹习惯为着啥啊？得到一个健康的。咱若伫迄中间来伫遐来去遵守，伫遐来安尼去杀咱的迄种的口欲，迄个欲望，你就要得到迄个健康。来去杀咱对迄个金钱的迄个贪恋，要得到迄个心灵的迄个自由。每一个人拢真爱钱，但是当咱对钱的迄款安尼迄个贪恋，到迄个安尼迄种追求的时阵，有可能致使到伫咱的生命内面，咱将金钱放伫咱生命的第一位，就咱伫迄中间，互金钱将咱甲捆绑掉咧。咱的心灵就伫迄中间无法度得到自由。求主帮助咱会通透过迄个气杀，国怪无将钱看做遐尔重。咱伫迄中间要得到心灵的自由，咱也伫遐来气杀咱对人的迄款安尼的怨愤，咱就要得到内心的平安。真侪时阵，咱会通看见侪迄种人。安尼为着不管是为着民主，为着侪伊甲伊的即个理念无共款，伊伫迄中间有侪的迄个怨愤斗争，直到伊事实上就算讲伊赢了即个安尼斗争，即个比拼，但是伊的心内，伊的内心并无互伊来得到平安。所以咱会通伫咧遮个细项的遮个代志顶面来去操练咱要怎样来对安尼气杀遮个来帮助咱来去得到迄个永恒的。第二，咱会通伫咧咱的关系中间来去选择迄个气杀，要气杀啥物货？咱会通伫咧气杀伫咱的家庭中迄
咱弃杀咱的迄个自我，来得到和谐。到底咱伫咧家庭内面，到底是啥物人做主？哦，有的人是爸爸做主，有的是妈妈做主，哦，是谁说了算？哦，但是咱伫咱的信仰内面是啥物？基督是五家之主，所以咱要怎样伫咱的家庭内面有一个真和谐的关系？咱来用主抓主做咱的这个家庭关系内面的迄个中心，伊成做咱的主，咱就会通伫遐弃杀遐个自我。你想要做这个家庭的主，安尼你就爱为着这个家庭来牺牲性命。你伫迄中间，你是毋是欢喜伫遐来弃杀遮个？互主成做咱的主，伊来成做咱即个家庭的所有一切的即个权柄者。咱伫咱的教会内面来启示咱的民主，咱就要得到成长。真侪时阵，咱会为着咱不管是伫咱的教会的服侍顶面是安怎是即个人伊起来做头，是安怎是伊起来带歌，其他是安怎是伊起来分享。咱心内有足多的批评，当咱伫遐来欢喜来启示咱的即个民主是安怎？毋是我，是安怎伊安尼？当咱欢喜来启示遮的时阵，咱的灵性要得到成长。伫咱的职场内面共款，你是毋是欢喜来安尼放杀咱的迄个自我的私利？咱就要来得到安尼伫。咱的不管是伫咧公司也好，伫咧咱的学校，伫咱的所有遮个人际关系顶面，咱要得到人的尊重。求主帮助咱，互咱会通伫咧即个关系顶面学晓即个气质，至到互咱会通甲人有一个更较美好的迄款安尼关系。第三，咱也会通伫咱的即个咱要按照咱的即个影形来去。学习迄个气质，咱要伫遐来学习着怎样透过着气质遐个短暂的遮个享受享乐，来得到迄个永远的迄个满足。咱要气质即个地上的即个财宝，要来去得到天顶的即个基业。咱要来放下咱所有咱家己的遮个真济的计划，咱要来去好好来去。安尼领受、去体会、去得到对上帝遐来迄个美好的旨意，行伫上帝美好的旨意的中间。所以求主帮助咱，透过咱安尼学习即个气质，互咱会通来去得到迄个真正的得到。咱愿主的话会通成做咱生命内面的迄个咱讲。互咱伫咱的生命内面来生根发芽，咱透过咱今仔日咱对顶礼拜所学习到的，一直到今仔日咱所分享到的，咱会通搁一摆好啊来去想，咱伫咱的生命内面，咱要到底咱要结出一个什么款的舍与得的迄个果子？求主帮助咱，互咱会通安尼一生一世会通来经历主伊的丰盛。佮迄个经历伊的丰盛是第一件代志，就是学习会晓来启示咱的所有，来互主伫咱的生命内面来掌权，互主伊的阳光来不断伫咱的生命内面来彰显。这也就是安怎牧师一直不断伫遐来咱所有兄弟来讲，咱着爱学习主耶稣的款式，然后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互圣经的话语成做咱的准则。互圣神伫咱的生命内面来引带咱，咱会通透过着圣神不断来提醒咱，咱到底咱伫咱的生命内面，咱有活伫咧迄个安尼主耶稣的伊所活出迄款安尼款式啊无？主耶稣伊安怎来启示伊家己，来安尼互主互天父伫伊的生命内面掌权，伊欢喜来成就上帝天父的心意，伊。上帝就将伊来甲伊安尼掠到至悬，所以咱是毋是也伫迄中间来欢喜
来将一切的权来交互咱的天父，伫咱的性命内面来掌权。互咱伫咱所行所做的每一项代志顶面，咱所有的咱所看到、咱所听到、咱所想的、咱所讲出来，以及咱所行出来，是毋是拢会通来荣光主的名？求主帮助咱，透过咱今仔所领受的，会通互咱将一切荣光来归伫咱的主、咱的上帝。咱会通佫一摆好来去回想无输伫咧顶礼拜，甲着咱今仔日所分享着，咱伫咧上帝国的即个价值观的内面，即个放杀、弃杀，甲着迄个得着的关系，甲着即个世界经济的即个逻辑，有啥物款的无共款的所在？安尼，咱要做啥物款的选择？第二，咱要伫安怎伫咱捌伫咧咱的即个经历内面，安尼，因为咱的迄个慷慨付出，来反转来得到更较侪祝福嘛？迄是一个啥物款的经历？佫是伫咧啥物时阵，咱会通好好来想，透过圣神来伫咱的心内来做工，来互咱佫一摆来回想，来提升咱，互咱去看见咱过去咱的生命，安尼。咱所经历着，迄是一个啥物款的经历？互咱会通佫一摆来安尼伫遐经验着主以迄个丰盛的生命，不断伫咱的生命内面来彰显。第三，如果咱的即个金钱，甲咱的资源完全来安尼交托伫咱的上帝手的中间的时阵，安尼咱的生活方式会有啥物款的改变？咱会通好来去想象看卖啊！安尼伫咧上帝国的即个经济学的内面，迄个信心扮演啥物款的关键的角色？咱要透过咱安尼迄个信心的即个功课来帮助咱，互咱会通更较侪来去经历着咱的主，伊要怎样来安尼施恩赐福伫咱每一个人，互咱会通经验着，虽然看似一无所有，但是却是样样都有。要伫遐经验着迄个虽然看起来亲像是失去，但是却是要安尼永远来得到。求主帮助咱同心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将即个气杀甲得到的即个恩典启示互阮，也求你赏赐阮勇气，会通安尼来气杀遐个安尼阻碍阮亲近你的遮个物件，所有遮个人事物，来赐互阮智慧，会通来分辨啥物会是真正的得到，啥物会是假影的得到。赐互阮信心，会通相信你的应允拢袂落空。主啊，求主你帮助阮，互阮毋是勉强来去气杀，乃是甘心乐意、欢喜来安尼奉献阮所有，毋是痛苦来去放手，乃是欢欢喜喜将家己摆伫主你的面前。愿阮伫咧即个气杀的中间，来去经验你的丰盛；伫咧得到的中间，来见证你的荣光。愿咱的恳求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祷。阿免。这是咱来回应上帝话，啊因回应诗，圣诗第384首，主讲。若要做我学生，请起立。感心落
员开着用四道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就是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壁倒林内受苦，顶世界死埋葬轮毂，第三日对伤中复活，上天打坐全能的父上帝的大边，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国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复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这时，咱要感恩奉献，请方美珍执事、李彦新执事来书献。这时咱来读本周的金句。本周的金句记载伫马太福音第16章第25节。咱连续读2摆吼，预备来。因为要救家己的性命的，会丧失性命；为着我的缘故，丧失家己的性命的，会得到性命。第2摆。因为要救家己的性命的，会丧失性命；为着我的缘故，丧失家己的性命的，会得到性命。马太福音第16章25节。这时是咱迎新报告的时间吼。今仔日有一位新的朋友叫张和平，是毋是？然后你徛徛，阮认捌一下吼。好，咱吼，咱拍拍来欢迎伊吼。在台中吼，伊讲伊是文科的同事吼。咱会后再来甲伊认捌。啊，搁今仔日还佫有其他的新来的朋友，也是真久无转来中间跟。苏任啊，对，苏任，好，来，苏任，苏任，好，我们一起拍手欢迎他哈。好，好，咱来看今仔日报告事项哈。报告事项第1点哈，下主日是好势曙光纪念主日哈。
咱是合堂吼，所以是9点半聚会。啊，礼拜煞了，请张宗卓建筑师来报告本会建堂的规划吼，请兄弟来关心大岛会后爱餐。第二点，9月14日吼，主日礼拜要举行临时会员好会，嘛是合堂，所以是9点半聚会吼。啊，议案有4个吼，第一案是新塘建筑平面图的接纳案吼，第二是新塘外观吼色彩的迄个选择案吼，啊，第三是建堂施工授权接纳案，第四是种植的改选吼，啊，请本会会员啊报名来参加吼，会员名单甲候选人名单吼，对今仔日开始公布，伫咱来公布啦吼，那啊是咱会员临时互会迄日有法度出席。请伫9月13日中到12点之前来咱办公室来请假，看你是要书面、电话、简讯，还是拢会使吼。啊，另外咱互会迄日有举办便当，那以下我们有本会关于那个长职改选是我们教会的内规那我用华语来念比较快为鼓励本会信徒更多回应上帝的召命，本会订定长职改选内规，系依教会法规解释文第52条第4款绅士约定办理，以利让更多信徒来参与本会的服事。一、若夫妻皆为长职候选人，应自行推派一位代表参与长职候选。二、若家庭成员中子女已为成人会员，并已婚成立家庭，按圣经教导，即使住在同一住所，当视为另一户家庭。同样，子女家庭若夫妻皆为长职候选人，应自行推派一位代表参与长职候选。三、若家庭成员中孩子已为成人会员但未婚，亲子间自行推派一位代表参与长职候选。四、有上述情形家庭之兄姐，请填写家庭长职候选推派单，送小会一例确认候选名单。五、有填家庭长职候选推派单之家庭，于选票上附注夫妻姓名及推派代表为谁，一例识别那如果有这方面需要填写的，就请洽办公室第三点，2025年洗手爱无限2.0关怀曙光已经开始请这为着这弱势家庭来奉献一户是500块咱本会认领的目标关怀是100户请咱大家为着这个代志来大岛甲奉献12月13日上午9点要举办福音大会邀请这些兄弟来参与这个事工。第4点，请各团体小组甲单位伫9月底之前来选出新任的干部，并且甲办公室讲第5点，请各团体开始备办后一季的聚会的内容，并且伫9月14日进前来交予办公室方便后一季的新势力的制作。具体消息第1点，9月1日甲2日伫东山教会7星中会教社部举办后盾计划灾害应变工作坊，欢迎兄弟踊跃来参加来提升灾害应变的能量第2点，9月6日上午9点半到11点，7星中会大传部伫祥联教会举办 AI 媒体运用研习会请欢迎兄弟来报名参加。第3点，10月25到26日，本会台湾女子神学院阿拉法武崇执事中心甲本会共同举办灵命的转类是免费的课程那欢迎兄弟来参加大岛事项请大家来过望请大家来为着这兄弟来提名来祈祷做个补充报告。来兄这边迄个咱后礼拜跟后礼拜拢是合堂伫这中间有几件代志来甲咱分享就是小会有伫咧即个，尤其是伫咧咱的好会的即个议案内面，即3个议案甲有关建堂的即个部分，咱伫咧后礼拜要请建筑师来
分享伊的规个即个规划，甲着包括迄个咱会有提供3个迄个咱的礼拜堂的3个那个外观的颜色，甲伊的圣经根据，互咱来了解了咱就会通伫咧小会即个部分有做即个决议，就是讲咱要伫咧9月初，就是后礼拜开始后礼拜是咧后礼拜即个建筑师伊分享了，咱就开放，互咱的会友会通好针对议案1、跟议案2、跟议案3，来去做投票，开放是安怎要安尼做？就是讲咱因为有个人伊时间都还袂好势，所以咱要伫咧9月初7开始，一直9月21号3礼拜的即个时间，互咱的会友但是3礼拜你毋好斗3遍你敢若会使斗1遍尔迄个有摕到票的人会迄落爱麻烦你签名这是要互咱互咱的会友会通搁较侪共同来参与，因为惊讲有当时有个人14号会员好会迄天伊无法度来，安尼即个咱的建堂即个真要紧的事工有可能像迄个意见的表达顶面无法度真充足，所以小会有安尼做一个安尼的迄个，就是讲议案1到议案3除了中级改选的以外，拢总是伫咧9月初7一直到9月11号就到9月21号、9月7号、14号甲到21拢会通来办公室来领迄个选票毋是要投中级的是要针对议案1、议案2甲议案3来安尼迄落投出你的迄个想法了即3个案要伫咧9月21号礼拜中来公告迄个结果安尼期待咱兄弟会通有了解，所以因为安尼，所以鼓励咱兄弟后礼拜9月初7到9月14咱会通尽量来出席来共同来参与咱教会真要紧的即个事工不管是伫咧建堂以及咱的规个中级的改选，咱拢会通安尼进行了搁较好势所以求主帮助咱，互咱会通伫过来不管是伫咧建堂的事工，甲着咱的新任的中级，拢会通安尼选出上帝所要安尼呼召的遮个每一个成员。以上的报告。咱过来看顶州自会出席奉献报告，请大家过目还有本州甲内州的服侍安排，也请大家过目。也请有备办服侍兄弟来提早备办心请看后壁会计报告，请大家过目。若是有登记有出入的所在，请找办公室干事来做更正好，咱即时咱来我阁补充一个，是的。咱迄个所有的会员名单，甲着咱的所有的议案，甲着包括咱的一寡的遮个合会的细节，拢有公告伫咧迄个公布栏，请咱一定爱去看。第一个是会员名单，你的名有伫咧面顶无？过来就是头拄有讲到的，若是翁仔某，也是有亲子关系，恁需要去安尼选择，讲要安尼派啥物人出来候选，请恁拢伫咧迄个面顶来去看，看了来办公室来安尼提出咱的即个需要，以上。好，这是请咱吟祝福的诗，圣诗第398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请起立，吟诗线，请牧师祝祷。亲像
的上帝家己互恁已经成圣，各愿恁的心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吊恁的是信息，伊也要正义。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听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三个伫地，对即时直到世间的落尾。阿免。请坐，灭倒避讳。